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註冊中醫師李嘉欣。同女明星同名嘅青年中醫師李嘉欣，喺充滿中西文化交融嘅尖沙咀開咗間屬於自己嘅中醫診所。佢喺一國兩制下嘅香港長大，對呢個地方有好深厚嘅感情。咁我哥哥咁啱大學嘅時候咧就讀中醫嘅，跟住佢翻屋企咧會帶啲中藥材，我就會好好奇啦，撿嚟睇。有一次喺屋企咁啊睇央視一集叫《中華醫藥》嘅電視節目，咁就係講一啲有啲人佢患咗一啲奇怪嘅病，咁我就發覺哇好犀利喎！嗰個病人可以夏天嘅時候都着晒羽絨好凍咁。咁點解食完中藥之後咧就可以令到佢真係好翻晒，就變翻個正常人呢？咁啊，因為嗰次開始咧，就對於中醫藥呢一樣嘢咧覺得好神奇，即係覺得個變化好大。咁因此就開始決定大學嘅時候咧，就想去廣州嗰度讀中醫啦。我就發覺，咦，原來作為一個香港市民過去廣州讀書係有一個優勢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我哋喺大陸嘅時候咧，原來港澳台生咧係會特別優待我哋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不論讀書嘅時候啦，或者住宿啦，其實我哋嘅環境同埋條件咧，都會比起即係本地生係好一啲。咁所以我就覺得，咦，原來喺97之前，我哋中醫藥咧係被邊緣化啦，不受重視啦。去到後面咧，其實開始已經集中，即係開始關注我哋中醫藥個變化。咁其實喺97年之後，回歸之後啦，我哋首任嘅特首阿董建華先生咧，嗰陣時已經推呢個中藥港。咁其實喺嗰陣時開始咧，我哋中醫藥嘅發展咧，先有個空間開始有個轉變啦。咁其實97之前咧，我哋中醫咧以往就係一個即係盛行一個叫師承制、學徒制嘅一種手法啦。咁啊喺當時咧，其實冇一個即係註冊嘅制度。咁嗰陣時咧，就好多時啲人都會覺得中醫咧係比較參差不齊嘅水平。咁其實咧喺97回歸之後啦，咁我哋開始完善咗註冊制度，同埋有呢個中醫藥條例嘅規管底下咧，其實中醫藥咧，我哋其實個水平咧就開始慢慢向上提升啦。咁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，我哋都好開心，因為亦都見到好多譬如話旅遊嘅一啲人士啦，或者係一啲海外嘅人士嚟到香港之後咧，佢哋都好想嘗試下香港嘅中醫同中藥到底係一啲乜嘢咁神奇嘅地方，因為佢哋喺外國咧其實都有接觸過，譬如話做針灸啊、做拔罐啊，甚至乎有食過中藥，但係咧其實奈何佢哋覺得都係喺香港或者係大陸嘅時候咧就最好。咁而香港咧有一個優勢，因為佢始終咧都係面向國際嘅舞台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其實接觸海外唔同嘅一啲人士或者係旅遊嘅人啦，咁我哋都可以有好多元化嘅一啲交流同埋一啲即係傳統嘅手法，咁啊確保一個傳統嘅中醫手法嘅特色咧喺佢哋嘅身上使用到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香港嘅中醫藥嘅一個特色嘅存在啦。咁其實咧喺1999年嘅時候咧，中醫藥條例就開始成立啦，咁亦都開始成立咗中醫藥管理委員會。咁所以我就好好彩啦，即係16年畢業之後咧，咁喺17年就喺香港咧考咗中醫藥註冊呢個執業試啦。咁亦都順利咧喺香港作為一個註冊嘅中醫師開始行醫啦。咁其實咧就會睇到一路嘅變化咧，對於我哋香港嘅中醫藥嘅發展嚟講咧，其實越嚟越好嘅。喺以往咧，其實中醫不斷被邊緣化，但係喺我畢業之後咧，已經見證住我哋18區嘅中醫教研中心啦，甚至乎去到而家基層醫療咧，地區康健中心亦都加入中醫藥嘅元素，而亦都喺今年年底咧，香港第一間嘅中醫醫院咧都即將投入服務啦。同埋我哋年底咧，香港政府都特別重視就係中醫藥發展藍圖嘅出現啦。作為一位香港嘅年輕中醫師，我感覺到我哋發展嘅空間越嚟越大，機遇亦都越嚟越多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齊加入我哋香港嘅中醫藥分子，一齊發光發亮，繼續努力。